2、3、2、3。副导游还买了很多门票啦，到时候等参观完了检到了什么？唐宋元明清，然后到民国到近代，像我们足是什么意思啊？足知道吗？足就是脚啊。呢個話咩有雪花酥？雪花酥糕啊！我懶得排隊，我叫佢幫排隊。咁呢度係咩地方嚟㗎？咁舊嘅呢個地方。田子坊有咩特色啊？呢度曾經係俾法國統治嘅。哦，原本咧就係法國建築物嘅，係。有人話咧唔係要保留呢度嘅特色。哦，有保留呢個特色。咁呢度我又見到好多嘢買喎，你哋有冇嘢睇啱咗啊？未有，呢度有好多特色，但係因為唔帶得磁石，所以我哋會揀其他。係啊，記得唔可以帶磁石㗎嚇。可唔可以睇下？係田子坊。我要上 IG。哇，好靚喎！你買一把扇，有幾靚啊？巨支啊！我買咗40蚊嘅卡俾我爸。哦，好難開㗎，唔好開啦。不過你話好靚又稍後翻到學校你再開俾我睇啦。你哋買咗咩啊？嚇咩卡嚟㗎呢啲？喺頭先喺邊買㗎？歡迎你們來到我們上海的徐匯區方琦小學。那麼來到這裡呢，我們看到的首先是校史牆。那我是學校的沈老師。那我首先簡單介紹一下我們學校的。係啊，不過你覺得點樣容易你就點樣。整到好靚喎！我哋而家係啟光小學。我哋而家就同緊一班同學一齊做一個充滿中國風嘅一把扇啦。係。喺中間就增加咗一啲流蘇嘅元素，跟住就可以多啲色彩喺裏邊。你好中意粉紅色喎，我見到你嘅特色係啦。再烙，這種絨布通常繞3圈以後再烙一塊。好吧，大的人。等你差不多整個上面都編織好了，你再去水做。紅豆。哇，整完整得幾靚喎，有藝術天分喎。阿勇咧仲未開始嘅，阿勇。哇，整得好靚喎，呢個效果都。我哋又揾一個同學完成咗作品啦喎，正怡，我哋睇下佢嘅作品係做緊啲乜嘢？我哋今日咧就嚟到上海一間嘅小學啊，咁我哋啱啱咧就同上海嘅同學咧一齊交流完，然後咧我哋咧就用咗一啲絲帶去織一個
線出嚟啦，同埋你睇下佢係咪好有呢個民族特色？係啊，好有中華文化嘅特色喎，你都好有藝術嘅天分喎。多謝，拜拜。拜拜。咁啊，同埋啲上海嘅同學一齊做喎，見到你。你哋有冇交流點樣去做呢把線啊？同上海嗰啲同學仔一齊做。我哋一齊做呢把中華文化嘅一把線咧，我創作嘅嘢就係將唔同嘅中國紅色同埋唔同嘅藍色擺咗喺上面，做為主線，同埋呢一啲嘅珠穿喺上面咧，就要令佢更加好睇。呢個咧係我今日喺上海嘅學校小學裏面整嘅一把線，佢裏面係用咗唔同嘅布料，裏面有一種係毛毛布料，而且用有其他嘅一啲布料。呢啲咧係珠珠，呢啲係毛粒，仲有一啲毛毛咧係翹喺上面攞嚟去保溫暖嘅所有